幫人換腳嘅啫嘛。咩？骨科醫生啊，幫人換下啲半月板啊、菠蘿蓋啲嘅啫嘛。嚇得我啊！喂，咁啊，我又好識做嘅，我又將私信發啊，將相俾你啊，你幫我睇睇。哇，好靚仔喎你！我啲病人個個都咁講嘅喎。即係咩意思啊？咩啊？喂，講就拼拼球年12月買嘅007後驅版75千瓦嘅上款部 ID7唔知點咧？喂，但係你嗰隻大半年都未夠，可能試咗隻雞乸嘅噃。咁冇辦法㗎，當時啊隻老虎啦，衝動話買，又話溫車又話成。哎呀！佢喺隔離啊？冇嘢，斷隻左腳啫，自己識播㗎。講笑啫，我有啲話話有啲樂高攬料啫嘛。仲問阿婆嘅 ID7又其實係咪真係傳説中好似開油車咁啊？嗱，呢一隻嘅 ID7嘅 Vision 咧係全球車型嚟嘅，主要咧就其實係大眾嘅功力啊，大面積嘅鋁合金底盤調校得好得係嘅，有韌性啦，顛簸過濾得好平穩啦，電門又線性啊咁樣，的確咧就好似開油車咁樣嘅，舒服啲啦，而且又安全啲，因為佢有自修復輪胎喎。哦，咁咪好喎，因為我隻老虎啦，啲皮啊好似有啲胎咁成日飆㗎。哎呀，哇，好撚！你 OK 係嘛？你冇嘢係嘛？我哋講快少少，但係有啲都痛啊。阿婆 ID7其實係個天台係咪好大嘅啫？佢面又好黑嘅，我都曬住他嘅。有好多新能源嗰啲車咧，買咗翻去之後，大天幕咧都要貼翻嗰啲隔熱膜啊。但係咧 ID7嘅 Vision 呢個車咧，嗰塊嘅智能光感天幕咧係有7層嘅塗層嘅，已經隔咗咧99% 嘅紫外線同埋83% 嘅熱量，透明霧化，睇你心情切換嘅啫。用車之前咧，你係可以提前咁樣根據需求咧，去為部車咧去升溫或者降溫嘅，呢個功能超好噶，可能令到你嗰隻咩啊？或者老虎啦，老婆嚇上車嘅時候咧冇咁火滾嘅。咁咪好喎。之前做過啲實測㗎啦，喺同樣嘅條件底下咧，升溫或者降溫去到25度嘅時候咧 ，ID7 用咗8分幾同埋15分幾，咁而其他嘅新能源車咧係有42分鐘同埋28分鐘咁多喎，即係話佢隔熱同埋呢一個降溫咧係好似我腰間盤咁表現非常突出嘅。哦，腰椎間盤突出。喂，你又話真話嘅喎，醫生。其實我兼職過一段時間嘅。我發覺你嚟呢個節目啊，真係與眾不同。有得仲有一笑，又學到嘢。喂，咁下次嘅，如果你過嚟盤菠蘿蓋嘅話，我親自幫你收都係啦。講笑，因為我哋啊平時啊做一處手術啊，都6-7個鐘起步嘅，其實啊，不過咁咗壓力好大啊。冇嘢。就憑呢一點，我幫你查多少少嘢啊！隱藏嘅政策咧，而家用舊車去置換呢隻 ID7嘅 Vision， 最高咧係可以有4萬補貼喎。哦，喂，你講開隱藏政策，我又有個隱藏提醒，你換菠蘿蓋啊！如果過社保嗰啲，10,000蚊就新叫落地搞掂晒嘅。幫你平翻007先，公里數行有幾多？14、15。哇，慘咯！不過唔緊要啦。聽講你哋嘅收入好高噶嘛？咩啊？我增高啊？我話你嘅收入啊好高啊！喂，你增高啊？喂，知啊！喂，知啊，係咁啊！跟住加點讚，用車冇使煩。